在个新闻要来讲体育消息，中华职棒顶半球季成绩排伫第1名的统一狮要冠军的这个应到最后阶段，不过昨暝对上这乐天桃园的比赛，却发生因上无想要看到的结局，两队这场才变成打击战。 最后，佫拍入延长比赛，统一狮派出这个外国的王牌投手罗昂上场，结果和伊德良的强迫处分点出这个再见安打，乐天以6-5赢，将统一狮红红的魔术数字甲挡掉咧。 中华职棒顶半季就要结束，战绩排伫咧第1的统一狮去挑战乐天桃园的赛前，红红的数字停伫咧 M3， 只要佮赢一场，就离顶半季冠军也佮较瓦近。西亚队是拍甲真认真，桃园的男子嘛对咧认真，无想要互伊伤过好过。两队打击的火力拢真强，团队安打数量拢超过10支。第9局的后半局，统一狮以1分领先，为着胜利，因派出着必必武器罗昂大哥顶板来后援，也毋过这算是噩梦的开始。自身分会不会回来？走中间哦，那现在扑不到，现在二垒上要回来，这个距离球直接回传 ，safe 绕过去了，追平了。保城军的王牌先发投手罗昂头一遍伫咧中华职棒来救援，那去互桂英维拍出着对面的安打，两队搁做伙拍甲延长赛。 第10局的后半局，乐天靠着安打甲保送，垒包顶搁一堆人，吴德良这一点。强迫取分，成功了，再见了！再见的这一个战术用短打的方式。吴德良这一支完美的再见雷亚安打，帮助乐天最后以6-5反转局势。而且统一狮想要封王，那只有桃园男儿较主动，目前战绩排伫咧第2的魏全龙嘛，也阁有希望。 西亚队即摆顶半季红红的魔术数字维持伫咧 M3， 顶半季赛程也阁有1礼拜，战绩前4名的球队伫咧争冠军这条路拍甲真辛苦。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掌握多元的新闻资讯，当然也包括体坛动态，就要锁定华视新闻频道，还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